随虔诚的听众敖早，现在又是前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也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今仔日我也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六祖大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10页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10页。对于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3节；对于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3节，就是解说甲灵曰：为是义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义之法，就是解说甲迄个所在。下面要来解说，就是总又问：如何是佛法不义之法？慧能曰：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，是佛法不义之法。这段则就是说明讲，印宗法师去认着六祖慧能大师，就请教伊讲，在红梅得法的时阵，五祖是安怎样甲伊指导，安怎样传授伊修行的方法。慧能大师就甲伊讲啦，讲只修是无啦，只有呢论见性，无论禅定解脱。印宗大师感觉讲真奇怪，既然是禅宗的道场，为什么无论禅定解脱呢？慧能大师就甲伊讲，因为论禅定解脱啦，这毋是佛法。佛法呢，乃是一种的不义之法。在这所在所讲的佛法，应该呢，就是咧指真理的同体。真理的同体呢，毋是在修的方面，但去修就是还未到甲真理的同体，也未体证着真理的同体。所体证的真理的同体呢，当然啦，就无需要搁再谈论什么禅定咯，什么解脱咯。本来如如不动，何必得搁再修禅定？本来就是无受束缚，何必得搁再讲解脱呢？这拢是用法身的同体来说明。当时这位印宗法师搁再问讲，什么是佛法不义之法呢？因为前面慧能大师甲伊讲，若是论禅定解脱啦，这毋是佛法。佛法呢是不义的啦。所以这位印宗法师又搁再问，讲若咧讲起来，什么是佛法的不义之法啦？这个佛法的不义之法。所以，佮讲做不义之法啦，应该就是讲佛法真正深的意义，是一种的不义的法门。所以呢，袂使你甲伊分做两个，袂使你有一种的相对态。若你分做两个相对态，就生起一种的取舍敬爱心，安尼就不对啦。一切呢，拢是属于一乘法，拢是属于绝对之法。那么，这款的不义之法啦，就是到达迄个无我无心的境界。真理是只有一个。对于这个不义之法，在《维摩经》有一个入不义法文品。在迄个所在呢，有真正详细说明。在这个所在，印宗大师呢，
就请教慧能大师，讲啥物是佛法不二之法呢？因为印宗法师的请教，所以慧能大师呢就来甲伊解说。慧能曰：法师讲涅槃经，名佛性，是佛法不二之法。迄当时阵，慧能就对印宗法师讲：讲你法师伫咧讲涅槃经，在涅槃经内底所说明的，乃是说明佛性。这个佛性就是属于佛法不二之法。涅槃经有一名叫做讲做富律담相，安那叫做讲做富律담相呢？法华经乃是根据天台智者大师伊的判教，认为讲法华经这是咱世尊在差不多72岁开始讲。法华经讲了呢，又搁再讲这个涅槃经。涅槃经讲了，咱世尊呢就认为涅槃。涅槃经名叫做讲做富律，就是讲夫妻戒律。夫妻戒律就是讲，在过去咱世尊呢，有真正一个所在已经有讲戒律啦。但呢，在涅槃经的所在，又搁再将这个戒律重复，搁再说明一遍，搁再向这弟子提示一遍。所以呢，名叫做讲做富律。담相就是讲담这个相助真心，相助真心呢，就是遮所讲的佛性。所以在涅槃经内底呢，就是说明佛性。尤其涅槃这两字应该就是佛性的意义。因为涅槃名叫做讲做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就是咧指佛性。所以慧能大师就对印宗法师讲啦，讲法师，你伫咧讲涅槃经，也在一个阐明佛性，这呢就是属于佛法不二之法。因为这个佛性是真理啦，真理呢就是只有一个，所以用这个真理只有一个讲起来。真理这是一种的绝对态，因为是真理是绝对态所以一切时有真理，一切处有真理，无一个所在呢无真理。假如讲若是有一个所在无真理啦，那安尼就毋是叫做讲做不二之法。安尼变成讲有的所在有真理，有的所在无真理，安尼变成有真理甲无真理呢，变成两个啦。变成两个，哪里是不二之法呢？别当叫做讲不二之法既然叫做讲做不二之法呢，就是讲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，无两个安尼才会使叫做讲做不二之法。下面慧能大师搁再解说，讲如高贵德王菩萨别复言，凡四中金作五极罪及1000铁顶，当断善根佛性hiệu。复言善根有義，一者相，二者無相。佛性非相非無相，是個不斷，名為不二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。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文之以解，凡夫見義，智者了達。其性無義，無義之性即是佛性。印宗文說，歡喜合眾言，無甲恭敬猶如活力，仁者論義猶如真金。這呢就是印宗法師聽到慧能大師的開示對慧能大師的讚嘆。
但是这个赞叹呢，却是出自于内心、诚心诚意的赞叹。所讲的实是一点仔囝呢，都无错误。讲参像高贵德王菩萨来品别佛言，这个高贵德王菩萨呢，就是在涅槃经的第22卷，在涅槃经第22卷的所在有一个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。这个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内底呢，有这个高贵德王甲咱世尊的一番的问答。讲这个高贵德王伊来品别佛，就来清晰安尼讲啦。讲犯四重禁、纵我逆罪，以及甲1000提顶。当断善根佛成效，就是这位高贵德王菩萨来请示咱世尊，讲迄个犯四重禁的人，以及甲纵我逆罪的人，以及甲1000提，因这人是毋是断善根，是毋是断了佛性？咱即马先来了解啥物叫做四重禁。四重禁，这个重就是讲真重啊，禁呢就是禁止，就是讲4项佛所禁止的真正重的罪，安尼做四重禁。犯四重禁就是讲这4项是佛所禁止，叫咱讲袂使去犯，结果呢，甲犯了，甲做了。这名叫做讲做犯四重禁，犯四重禁，也名叫做讲做四波罗蜜，这个波罗蜜波罗夷这个四波罗夷四波罗夷就是淫杀毒谤就是讲淫欲、杀生、偷盗、妄语等等，这呢。在四分律啦，或者是讲在 BQ 呢戒律内底拢有详细说明。这个四重禁就是四根本罪：杀生、偷盗、淫欲、妄语，这4种的根本罪。讲作恶逆罪，这个恶逆罪，这个逆的意思就是讲逆于理啦。凡是呢无顺道理，这呢就名叫做讲做逆罪。恶逆罪就是恶逆的罪恶，在《阿舍世王问恶逆经》内底，讲有这个恶逆罪，无论是作生子、作生女。为此我不救罪者，必入地狱无期。意思就是讲，家属若是犯了这恶逆罪，无论啥物人呢，拢无法度好救，一定入去地狱。那啥物是恶逆罪呢？第一就是欺负，欺负就是讲杀害自己的老爸。将自己的老爸甲杀回死这当然是一种的逆罪，就是讲逆天理。第二就是弃庙，弃庙就是讲杀死老母，老爸老母对咱的恩惠非常的大，老爸老母的恩悬比迄个山较悬，深比海国较深。咱应该爱好好来去报答父母，因哪里会使你搁在来甲杀害呢？这就是逆理，所以叫做讲做逆罪。第三呢，就是弃阿罗汉，所以名叫做讲做弃阿罗汉，就是讲阿罗汉，这是一个修行人，是要求解脱的人，你甲杀害啦，名叫做讲弃阿罗汉。过来个就是破和合精，这个破和合精就是讲。
和合的情团，你甲伊破坏了，这名叫做讲做破和合症。再就是属于出乎心血。这个出乎心血呢，就是讲负的身躯，你恶意咧，甲伊伤害，甲伊伤害呢，负的身躯，比如讲皮肤挂皮啦，也流血等等，叫做出乎心血。这呢名叫做忤逆罪。上团提婆达多，伊要来害佛。有一天知影讲佛啊，要对迄个山骹过，伊就在山顶坎顶的所在，准备一粒大粒石头。看到咱世尊对啊过，迄粒大粒石头甲碾落，主要就是讲要将佛啊，要甲伊石头要甲跌回死。哪里会知影咱世尊？伊行的所在，拢有金刚神甲伊拥护，所以金刚神看到一粒石头连落来，将伊的金刚体对迄个石头甲拍一个石头，拢做一么碎去。但是呢，搁再有这个石头皮啊，去搭着迄个骹，也迄个骹流血，这样你就算讲做出乎心的罪。所以提婆达多以后呢，就对到地狱内底去。出乎心的罪，这是真重的罪。咱现在是已经无迄个金身在世间，但是咱现在是呢，有伫咧拜佛祖像，像咱所拜即个佛祖像，无论是纸印的、画的，或者是讲涂去装的，或者是讲插去雕刻的等等，只要你若是恶意要来甲伊破坏，这都是同款是出乎心的罪。假如讲咱若是无意中去互咱弄歹啦，咱必须要发一个忏悔心，好好来求忏悔，就是讲咱粗心大意。比如讲纸的佛祖像，咱甲弄破；或者是讲茶装的佛祖像真幼，手呢去互咱弄断去啦。是讲即个灰啊的物件呢，毋拄好去甲伊弄歹去等等。这呢，但是讲毋是故意的，要赶紧求忏悔。那故意的，这就是变成一种出乎心的罪。伫遮所讲就是讲犯了四重禁，或者是做了忤逆罪，伊就甲1000提顶。这个1000提，这是印度话。拿来改翻译中国话呢，名叫做讲叫做断神经，或者做信不记足，就是讲无有信心，无有善根，袂当好成佛。这名叫做讲做1000提，叫做断神经众生。但是在《梵经》内底所讲，像即款的1000提的迄个恶人、大罪人，同款会当来甲伊救度。这就是因为佛法是属于不义，会当后来达到不义之性，这名叫做讲佛性。所以问题就是讲，你是毋是会当后来见到你的佛性？是毋是会当后来通达到佛性？问题是在这个所在。所以虽然是一个凡夫，你会当后来见到佛性，实际就会当通达到个佛性，会当将这个佛性显现在咱日常生活上，安尼就是叫做见性成佛。达摩祖师所讲的，甲六祖所讲的，拢是同款，根本就是在这个所在。所以1000提会当成佛这个问题啊，这是在《梵经》内底所强调的。讲到这个所在呢，我来讲一个道生法师的故事。在道生法师迄个时阵，道生法师啊，是属于罗什法师的弟子。这个道生法师迄当阵，伊就是提倡讲1000提可以成佛。毋过迄当阵，这个大本的梵经还未过来，还未翻译。在迄当阵，一般的人以为讲，既然是断善根啊，都无善根要哪成佛呢？所以提出1000提当成佛这个理论，有足一人拢甲伊反对。
以为讲这位道生法师所讲的是一种医说，医说就是讲伊讲毋对去啦。所以呢，这教团的人呢，就该处罚，该赶出教团外。赶出教团外，这位道生法师呢，伊也是搁坚持伊的主张，以为讲1000体有佛性，1000体可以成佛。伊的理论基础就是讲，既然佛性是不二，佛性呢是遍满在一切，也1000体众生呢，伊嘛是属于一切法之一啦。假如讲这个佛性，若是无普遍在迄个断善根众生的身上，也拿呢佛性真理啊，袂当该讲做圆满普遍。最低限度就是讲断善根的众生，伊身上就无佛性了嘛。安尼哪里会使你讲做佛性是普遍圆满呢？既然是讲佛性是普遍圆满，也拿呢无论啥物所在嘛是有佛性，清气所在嘛有佛性，垃圾的所在嘛有佛性。有情众生有佛性，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中嘛是有佛性。不过无情世界中佛性名叫做讲做法性，无该叫做讲做佛性。所以无论是有善根无善根，应当有佛性。既然有佛性的成佛啦，这就是这位道生法师的主张。那对这个主张当其时的教团的人呢，个个拢该反对，以为讲这个道生法师啊提倡医说，所以呢就该激出教团。激出教团，这位道生法师呢，就家己一个到迄个虎丘山，到山顶的所在。到山顶的所在呢，伊心肝底实在是真正不服气，讲我所讲的明明无毋对，为什么正过的教团拢袂当好了解我，佮对我这种的处罚呢？伊就将迄个山顶的石头一粒一粒甲摸来，当作听众，因为无人要听的啦嘛。不但是无人要听，人佮反对，佮甲赶出去。所以呢，就自遐石头来做听众，讲点环境互因听，来阐明1000体有佛性的道理。即马讲咧啦，就问遐个石头，讲我讲这个道理到底是对毋对啊？迄真奇怪。石头呢，所以点头啦，所以咱有一句讲做软式点头。这个软式点头，若是表面上看起来，就是讲你的口才真好，你所讲的话，连迄个石头都会感动，都会点头。但用这个故事的事实讲起来，就是讲这位道生法师，伊所讲的道理啊，真正正确。因为所讲的道理真正确，所以连迄个无情的石头呢，都会甲伊点头，会来甲伊做证明，讲你所讲的无毋对。咱伫咧骂人讲，你这人敢袂出插头呢？那意思就是讲无资格的物件。这个插头都是一种无资格的物件。但是道生法师，伊伫咧讲经，连迄个无资格无情的石头，都会来甲伊点头，那就是证明讲伊所讲这个道理完全无毋对。到甲以后，大本涅槃经传来了，翻译出来了，在内面就写讲1000体有佛性，有佛性的众生拢可以成佛，安尼就是讲1000体是可以成佛。伫这个所在，就是讲高贵德王菩萨来辨别佛。讲迄个凡世中结灭啦，做五逆罪啦，伊就甲1000体顶。因呢是毋是断善根，是毋是断了佛性？这是这位高贵德王菩萨所请示。下面就是佛的回答。注意听先听讲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